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人活这个世间爱食两种食物，一种是肉体存活的食物，另外一种是灵魂生命的食物。肉体食物若是供应无够，人肉体的生命就袂当生存落来。同款呢，人阁有一个灵魂的生命，灵魂的生命若无有活命粮食来供应，那安尼咱内头的灵魂生命呢，就会夭折，会感觉足虚空的。但是咱若是有圣经真神的话，成就咱活命的粮食，咱的生命呢就会充满着对真神来真正的丰盛。亲爱听众朋友，其实呢，对这集开始呢，伫活命的粮食这单元内底要有系统的豆豆来介绍讲解真信仰的追寻真信仰的追求。最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互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除了听彩是人生这见证的单元以前拢邀请到真耶稣教会的信者来咱节目当中来见证分享信主耶稣基督这个真信仰的心路历程甲实在的体验，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来做分享。不过喜信认为讲，真信仰毋是单单见证体验尔更较重要就是讲爱来明白、来认捌真实的话、圣经的真理。因为信仰毋是单单是今生的瓦靠尔更加是将来灵魂永生的福分。信仰毋是只追求看会到的财主福禄寿等等更加是追求灵魂生命的救恩。灵魂生命对真神遐来得到生命的供应的充实，来过着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往梦的人生。将来有一天呢，咱要行上了这个世间人得较行的路，也永远呢安然不惊吓。今日节目呢，伫活命的粮食这单元内底呢，喜信要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圣经的由来圣经的由来。喜信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甲咱来探讨分享这个题目。伫以后所要介绍有关信仰甲人生的代志呢，拢根据着这个圣经真神的话对这本册当中的道理呢甲教训。圣经到底是一本安怎的册？是什么人写的什么时阵完成的？为什么所讲一切拢需要根据这本圣经呢？或者你心中可能有真侪问题，原来呢，喜信呢，先来向各位听众朋友呢来介绍圣经这本述说着真神道理的册。咱讲作者各种的这个宗教，拢有因所信奉了做真理的经典。那基督教呢所用这本圣经呢，一般人呢了做讲，伊只不过是一本用来劝人改过行善来弥补对这个法律不足的善事尔啦甲其他的宗教的经典啊，像佛经、国经典啊、回教的可兰经啦道经，会当讲是差不多啦但是喜信要甲你讲，圣经不只是一本劝人行善的代志尔，伊更加是咧阐明着天顶真神拯救人类计划甲事业。圣经这本册数百年来已经被翻译有2000几种的语文按照圣经原来希伯来文甲希腊文所写这经典呢，根据圣经公会伫全世界性的组织负责着圣经翻译、印刷甲推行的这工作这圣经公会伫2007年的年底伫咧统计讲，圣经伫世界各所在已经用2426种的语言来出版，而且圣经伫2009年呢，就出版着430,0989572本这么多为什么圣经自古以来吸引这么多人介意来逐工来读伊呢？以前呢有一个记载安尼讲有一个北京人伊到非洲去做生意。伊看到一个黑人伫树骹伫咧读圣经，就笑伊讲这本册伫阮美国已经成做过去的册早都已经无咧流行啦。意思来讲，这册伫美国人甲看起来讲已经无啥物价值啦。但是黑人这方面呢，都甲看，上面就指着巴肚
甲因就讲啦，讲这本册假使若是无价值，你早就已经入到我的腹肚内面啦。因为迄个所在的黑人足介意食这个北京人的肉。因讲北京人的肉黑到油的看到都忍袂掉喙烂一直流安尼啦。若毋是讲非洲人体验着圣经的真理甲气力这北京人早就已经互人食咧腹肚内底啊。对遮咱会当看到讲，虽然是落后无开化的人，竟然呢也可以伫生活当中来体会到圣经的能力，而且改变着传统的恶习真做有人性的人。圣经的真理确实是活泼的生命之道，是人类生活当中上悬的法则。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对圣经当中来得到证实啦。有真侪人伫遭遇苦难的时阵因为圣经的道理来得到安慰有一寡人也甘心冒着生命危险，伫逼迫当中来保存圣经。更加有一寡历史学家甲这个考古学家根据着圣经的记载，而且发现到真侪史家啦、古家啦，圣经确实是真啊奇妙。那安尼，伊是安那来形成这本圣经呢？圣经当中所阐明的真侪动人的事迹，改变人一生的美好教训，到底伊是对来？假使你用心去读这本圣经，你就发现讲伊奇妙的源头。现在呢，彼先就介绍圣经的权威伊的来源。第一项，圣经是真神直接向人讲的话语。圣经伫这个申命记第8章第30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米，乃是靠着真神口中说出一切话。人的需求有3方面，就是肉体的需求、精神的需求以及灵性的需求。当人肉体的需求亲像腹肚的饱足，精神上的需求亲像得到别人的友谊以外啦尚且也有这个灵性上的需求。对人类敬拜神的这个本性可以看到，多多会当满足人灵性的需求呢，就是真神所讲的话语啦。伊必须是永远未改变的真理，才会当食做历世历代人灵性的食物。所以遐被证实是真神的话就必须呢爱经历起时间的考验啦。对于研究摩西五经的内容较看起来，就可以知影讲五本册同款是一个主题，就是真神安来实现着伊互亚伯拉罕的应许啦。这应许有包括3方面：第一，就是亚伯拉罕将有真济后代；第二，神要甲亚伯拉罕的后代来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三，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要来得到迦南地来做产业。真神所讲话是的确要成就的，这3方面的应许呢，你看圣经真正是果然实现咯。这一位永远未改变的主呢，是绝对是可信可靠的。圣经内面有真济的记载，是真神直接向人显现的，来说明着伊的要求、原则甲假使，亲像真神甲人类第一代的祖先亚当甲夏娃的对话这记载伫创世纪第2章第3章内面记载。又亲像真神向以色列人的一位领袖摩西显现，呼召着伊去埃及，甲以色列人来带领出来。这记载伫出埃及记第3章。又亲像真神伫西奈旷野的山顶，直接向以色列百姓来显现，来宣告着真神的十诫。出埃及记20章内面记载。后来天顶的真神亲自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伊有3年的时间伫咧传道的时间，也说明了真济真神的道理。这一切记载拢伫圣经内面，互咱会当来研读来明白，也好亲像伫咧聆听着真神亲自向咱讲话同款。这当讲是足大福气啦。曾经有一位初信的兄弟，伫信主无久了后伊厝内面煞着贼头。偷摕了真济伊所积蓄的一笔钱，伊期间呢，伫咧怪罪了主要所无照顾伊的厝，伊就无爱来聚会啊。后来呢，有一位教会年长者就用一段圣经，就主要所伫这个马太福音16章的26节
一句话改变来讲，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家己性命，后是一处呢？人还过当摕什么来换性命呢？结果伊领悟到钱若无去啊，犹原可以再赚回来，因为一切赚钱的能力、机会呢，拢是神所赏赐的。但是属灵的性命若丧失咯，这毋是讲用钱吼，你就当甲换回来呢？这句话敢若亲像食米共款啊！这个兄弟伊领受了后，伊就大发热心哦，伊灵性嘛长进咯。一凡事呢也蒙神的祝福，结果呢真正体会到这句话啊，真正是咱灵性上的食米咯。第二项，咱要讲圣经是对真神来的密示啦。圣经除了真神直接出声的言语以外，真神也竞选着真侪伊的工人来传达着真神的教训。小可读圣经的人吼，有人认为讲啊，这圣经吼拢充满真侪的神话吼，啊甲无稽之谈啦，哦，啊若甲看起来不过是一本神话故事集尔啦。其实对圣经发出这种批评的人吼，只不过是挖读了圣经中间部分的文字，可以讲对圣经的内容呢，犹原一无所知啦。这是足可笑的代志，因为圣经需要咱仔细来查考，特别关于着预言应验的问题。世界上其他的宗教经典吼，无一个人敢预言讲未来的确要成的代志。而恐惊这预言吼，若是无应验，不但是失去预言本身的价值，就是整个的宗教信仰呢，也会因为安尼煞来破产咯。但是规本的圣经内面呢，咱不然发现到讲中间的预言吼，真侪已经应验咯。剩来一寡预言吼，将来呢也的确会应验啦，并且安尼就有够互人无可指责来反驳所在，会当满心相信预言是毋是有价值啊？伊的前提呢，就必须讲是所预言的代志是伫还未发生，而且是相当久的时间啊，清楚明白向世间人来宣告。同时呢，毋是讲啊人的知识甲能力啊可以来预先来看到或者促成的，所以除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以外，这是无人会当做会到的。当你去考究、去测验耶稣基督伫咧复活了后，伊伫路加福音24章44节，伊向门徒显现讲，这就是我以前甲恁同在时阵所甲恁讲的话。摩西律法啦、先知一切甲诗篇顶面所记载，既然指着我的话，拢必须应验。所以当你查考旧约每一卷圣经，你会发现中间有真侪预言吼，拢是指向着主耶稣来发出的，果然呢，拢应验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作者所传扬真神的话语呢，并是出于因家己凭空去甲想象的或者是只用着个人的生活经验，或者是特例毋是用这，咱是用着真神来感动因，或者是借着真神的灵，就是圣灵。亲像约翰福音16章13节讲，因带因明白一切真理。正亲像圣经庇利后书第1章20节到21节里面所强调的，第一要紧的，应该爱知影，经上所谓预言，无可以随着私意来解释，因为预言将来无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讲出了真神的话来。可见呢，这作者伊家己未当讲啥物，因只是因为真神的引带，借着对真神而得的这个密示，将满有活命能力的真道来宣讲出来。圣经当中还佫有真侪所在，可以来帮助咱来解释这个问题。你假使现着这个旧约圣经民数记23章、24章你就可以找到讲这个巴兰的故事。巴兰呢，伊捌应着这个摩押王的邀请，为着财利啦，前往呢要去救助的以色列百姓。这伫伊家己这当然是足欢喜、足热心的代志所以伊愿意去做这样代志。所以伊去到迄山顶，伊就设法来献祭，要来开喙求真神呢来救助以色列百姓。
但是精神的能力完全代替了伊家己的意思。伊伫民数记24章第4节，甲这个15节，咱发现讲伊目睭开了。这个时阵民数记23章5节、12节，以及20节，伊只讲真神所传予伊的话，伊咧甲这个巴兰只为着以色列百姓来祝福，毋是咒詛啦。这个祝福的话呢，虽然是对巴兰的吹出来，但是并不是出于伊家己的意思，乃是伊受到真神的管制，所以伊就讲出真神的话来。所以圣经伫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嘛咧讲啦，讲圣经拢是真神所默示的，伫教训、督责、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拢是有益处的。所以既然谦卑按照圣经的教训来遵行的拢的确是有福气的啦。第三，咱讲圣经是借着人甲伊记起来，并且呢，甲伊一直流传落来。所以无论是真神亲嘴讲出来的话，或者是得到真神的默示，假使人呢，若无用这个文字的记载甲记载落来，那呢，咱现在也无法度看到这本充满着活命信息的圣经啦。因为得到真神默示的这个工人拢是照着真神的命令亲自或者借着别人，把这一切的代志拢记录落来。亲像古早时有一个先知，伊名叫做亚利米，伊伫亚利米书30章第1节甲第2节，伫咧讲甲真神所讲话甲记落来，或者是亚利米书36章第4节内面记载讲，借着伊一位这个书记甲伊记录落来，而且神也感动真侪有信心敬虔的人，或者是用抄写，因为古早时阵这个印刷技术呢还未发明，只会当用手去抄，或者宣扬，互更较侪人会当做伙来明白真神的教训。当人伫咧记载着真神的话语时，并不是单单以伊本身某一方面有啥物专门的学问伊就当明白真神奥秘的全部作为，却是借着对真神所赐予人的因素，因无需要用这个辩论或者用正义用正的会议的方式来写出来，而且是出于真神的灵的引导来写出这个话正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13节内面所讲的，阮传讲这个代志，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说属灵的事，或者是将属灵的代志讲予属灵的人。对这咱就会当看到讲圣经伊价值来咯。通常呢，人所看贵重的物件，无一件是可以用性命来相比较的，总是过去捌有未少的人却看重圣经赢过因的性命。中间的理由是啥物呢？伫主后300年来，罗马皇帝呢用尽各种的方法要来杜别圣经，并且将读圣经的人拢甲抄出来，甲吹出来，要甲因残害、斩杀。有一边一个国家有15万基督徒不能杀，因甲基督徒关伫一个厝内面，外面安尼堆满了各种的木材就甲火点落去，活活烧死这个人。有的人甲这个基督徒50个绑做一捆，一捆一捆等伫海内面。罗马皇帝呢，伊也捌看见讲有一个所在可以容纳到2万人的大戏院，中间有一个空地，四围呢有这个铁闸，甲这个观众来隔开。伫指定的日子呢，就甲基督徒放伫迄个戏场的中间，然后呢，对铁笼内面将这个足妖的虎啦、足妖的狮放出来。这个足妖的虎呢，一看到人会当食。伊就随时呢分享着这基督徒去呢，就将活活甲拆正做脆皮。所以有无数的这基督徒就安尼，互罗马皇帝甲伊斩杀，作为罗马的一个快乐的日子。虽然是安尼，因缘未当来阻挡着基督徒无看圣经。可见呢，人认为真神的话呢，是赢过着人今生的生命。因为真神的话可以互因呢享有永恒的生命，
这本圣经呢，可以流传到今仔日，是真侪人用了性命给保留落来。有人安尼，今日咱随手呢，就可以摕到几本的圣经，并且呢，去给研读，去甲研究，去甲读。所以，咱应当把握这个真好机会，来领受圣经中间迄真神所应许一切福气。所以，当咱熟读这本圣经的时阵，就可以知影。有真神参与在中间，或者古早伊甲今日历史历代的作者，伫咧传达信息的时阵呢，就敢若亲像是经过共一个思想思路的引导，足和谐，又个真一直会教导着咱关于真神本身，以及有关世界的创造，咱人类的被造，人类灵魂的被朽坏，以及死后各审判等等一切的代志。咱拢需要知影这个代志，所以圣经的特性是足惊人的。全本册内底呢，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咱可以专心来信靠的主。因为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讲伊从今日一直到永远呢，拢是同款的。伊是圣洁的，伊个满有恩慈的。伊是为着要互咱的心灵呢得到满足的，要为着咱陪伴了丰盛属灵的灵粮，来指导咱人生的道路。虽然真神的旨意非常的深奥，毋是一般人所会当测度的，但是咱知影，真神是爱的源头。既若是会当以谦卑顺服心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的，主拢是要开启人的心，互咱人会当来体验真神是一位独一。专灵、至尊、无上、威严，一个充满着慈爱的主，求主来帮助咱，更加来卡无伊的话语，定定有新的领受，日间来查考，夜间来默想，互咱一生一世呢，拢当来学了真神的慈爱。所以，迄时呢，欢迎咱前来乡亲父老兄弟有机会呢，会当拨网去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来查考，来体验。真神的大恩典，今日活命的牛舌，这单元内底呢，喜讯就为咱分享到这，咱下礼拜再过来继续来讲这个主题，大家平安。